可以喜欢站的人，同他站着。首先哈，我要多谢咱几啊位贵宾来参加，啊，搁较多谢长辈会当今仔日伫遮咱同齐来庆祝长辈会哈，庆祝重阳节。啊，我首先我用誓誓代表所有的誓誓，祝所有的长辈哈，恁身体健康，拢会当活到100岁。啊，有人讲长辈吼，就亲像山共款。迄就是讲，亲像山共款，拢有稳重足侪保佑吼。啊，长辈因一生奉献互这个国家，奉献互这个社会，恁的经验，恁的真侪阮事实拢爱学的吼，拢得到阮大家钦佩。啊，我想这个重阳节，人可能讲重阳节就是老人节，啊，谁那要说这个重阳节？我想讲上大意义就是讲，互咱会当配一部去想看敬老尊贤到底是什么意思吼？啊，我希望咱大家，尤其是阮做事事吼，大家人每家伙有事大，拢会当甲因特别的尊重。啊，咱阁会当把这款疼惜，搁较分享给咱身边的所有的老人，会当对因关怀，会当甚至搁来帮助因吼。我想这是重阳节上大意义。啊，我今仔日嘛特别选一篇吼，如何享受晚年生活吼。我选伫这个节目单，我选一篇短篇文章，甲大家分享，希望你会当喜欢。祝大家健康久久，福寿久久，多谢。好，咱即摆来介绍咱的贵宾吼。第一位，咱要多谢一位，就是咱会记哩无？咱母亲节时，咱去嘉南教会，迄嘉南部教会苏老师特别今仔日赶来遮，甲咱大家见面。苏老师，你要不要帮我们讲几句话？各位长辈，大家好，大家平安。哇，足欢喜，每遍有这个机会，来当甲咱的长辈三甲组织。每遍看咱拢来那少年，到我伫外口行入来时，有人讲吼。牧师，你看起敢若18吼，敢有影？上帝祝福，互咱拢喜乐每一工伫伊的恩典的内面，领受伊互咱的快乐，也伫遮祝福也恳求上帝，互咱身体健康，心灵勇壮加倍伊的恩典，伫咱每一工的生活，然后咱伫即边的即个庆祝的即个会中间，每一遍咱做伙组织分享上帝互咱的听堂伫遮每一遍欢喜，伫遮来分享即个事继续为着咱来祈祷，上帝互咱有快乐，每一工享受伊的恩典满满，多谢平安。多谢苏老师吼，伊今仔日特别早起其实足无闲，特别搁赶来咱遮。啊，过来咱要来介绍咱的大家长。因为咱是台湾中委会，咱的大家长，咱的士大是啥物人？就是咱北加州台湾同乡会，即摆这个新上任，年轻又很有力量。听讲你是律师是无？哇，这个讲话咱要注意，咱袂当胡白讲话。来，咱请林会长林正元林会长跟我们讲2句话哈。各位长辈大家好吼，我伫遮代表咱北加州。台湾中央联合会向大家请安。咱长辈会是台中央联合会内底8大乡会内底上界大
人数上济，也上个是活动的一个中会吼，毋嘛讲以后大家会当继续来支持联合会吼，直接拍一个广告吼，明年的这个年会吼，联合会的年会有咱游园伫这个王朝酒店举行哦。今年定伫2月27吼，因为台湾选举的缘故吼，今年定了较晚。我知影咱长辈会年会是2月13嘛吼，所以2月13来参加长辈会的这个年会了，等于吼，迄群巴肚小可消沉哦。2月27，佮再来参加联合会的这个年会吼。照咱传统吼，咱拢祝福这个较市大的讲吼，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吼。但是咱遮吼，因为咱地理位置的关系哦，咱的山伫东边哦，海伫西边哦，所以我祝福大家吼，寿比东山，福如西海。多谢。有地位的人讲话就无共款哦，咱拢好袂讲，伊拢有小可伤济吼。过来咱介绍我们的那个顾问许博荣先生，你看起来跟大家say hi 好不好？咱的顾问许博荣先生，伊今仔日嘛特别甲我讲，今仔日太匆忙哦，他有20几个礼物要炸了，所以讲无要紧，反正咱新年的系统搁抽奖所以先感多谢过来咱介绍台南基尾林点魔林会长。跟大家 say hi， 谢谢他。点魔兄，伊嘛是阮教会的技术主线伊嘛是帮忙咱中国会真多谢。过来咱要欢迎一个远道的来宾伫台湾来，佫是毕业原住民山上来的秦牧师要不要跟我们讲几句话？要不要跟我们讲几句话？伊马仔嘟嘟这边有一个公道，所以今仔日伫遮来，所以真正难得的机会各位同会，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啦。真欢喜，我今仔日会当参与献好的聚会其实我昨来时，我的行程无包括今仔日总是昨来了后。点某遐甲我讲，今仔日有一个长辈会伫遮组织，我就想讲，我来参加所以我今仔日会当来到恁中间，真欢喜。我想讲，台湾还未行到有尊严独立我想讲，美国遮的台湾人，特别是中辈会你们要好好的长寿，上帝甲恁三个弟弟，互恁勇壮，会当继续为台湾祈祷，互台湾永远有尊严。阮伫台湾的时，嘛是常常孝敬恁望讲上帝会当继续祝福咱身体健康，感谢。然后我们有那个特别来宾，就是今仔日要甲咱待会有做表演的服装秀表演，那个 Grace 可不可以请蔡淑珍女士，伊内面有真好的表演。咱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真歹势，伊的节目咱就小可叫伊甲咱甲咱配合多谢。咱我们的时间呢，就要交给那个。